台中的高铁站为着要解决交通的问题，所以要用 AI 摄影机来抓违规停车的情形，规定上车落车都要伫咧3分钟内完成。不过有不少民众认为讲，若是再侪货人，也是再囡仔，甚至是行李较侪时阵，敢若3分钟时间实在是伤逼。年假第2天，台中高铁站头前车真多，为咗民众赶大卡小卡的行李准备要坐车，严格落车爱伫3分钟内底完成，以免和这个科技执法会发丢。时间太短，会造成我们上下车这样子拿行李啊，就比较有压迫感。像他如果心情好的话，很快就下去了，可能10秒内就结束了。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，可能他拿着气球，拿着什么，然后东西又飞走又怎么样，就会可能比较赶一点。台中高铁站区1、2楼采接送分区分流的科技执法，以 AI 摄影机的影像来分析，规工自动来侦测。站区1楼是接客专用，禁止临停送客；2楼是送客专用，禁止临停载客。也若1、2楼停车拢限时3分钟。为咗民众讲，上惊拄到行李伤多，也是老大人甲囡仔要落车。另外开车的人也讲，时间控制嘛要算甲真准。我们会帮他拿轮椅拿下来嘛，让他马上坐差不多了。有当时啊，接公司的客数哦，这下骹就较低啊。警方讲，跨年假期伫台中唔有跨年晚会，另外也有这个5月天的演唱会，为着避免交通破解，也会加强来执法。违停超过3分钟的部分据以举发，举发金额为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讲，台中高铁站2021年科技执法以来，总共处理违规的停车3万多件，其中以站区1楼载客所在违规停车超过3分钟上多。年假期间除了加强来疏导，也提醒开车的人要遵守这停车的路线甲相关的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